在屏东大学艺文中心这两天有展示微型艺术创作，作品有红色的大门插国旗，阿嬷伫咧路边咧卖吹迄个报纸档。这个展览的主题是充满1970年代眷村的面貌，迄当时的记忆。还有当时送瓦斯的一些情况，那个机车不是很干净，它是很脏的。假树的乌多摆，红色的大门甲门口插的国旗，壁边种刺仔花。看到这个物件，敢有亲像细汉的时阵，参厝边的朋友做伙佚佗的场面，充满回忆。另外一边细型的灶骹内底，有香菜火鼎甲菜箸仔，这拢是视觉艺术生叶大明的毕业作品。伊甲因过细汉时阵眷村的生活情况，经由微型的创作表现出来。透过一些怀旧跟记忆的场景，然后让我脑袋里面所在有的这个传统台湾的古早味记忆啊，能够经由袖珍艺术，然后展现出来。叶大明表示，这摆微型的作品有11件，要甲1970年代的记忆打造出来，确实是足大的挑战。有的物件无法度用手工做，就要使用3D 的技术甲印出来。亲像报纸档咧卖红仔册，伊拢做甲一模一样，阁会使掀。国旗爱用当片，才有办法表现出互风吹的情况。哇！你们去看每个刀叉，怎么会细腻成这个程度？我觉得真的是很让人家很赞叹，因为现在这种厨房大概。我觉得很有味道，很有古早味的那种氛围，这样。叶大明讲，创作对伊来讲是一种自我修复的过程。艺术毋但是呈现过去，更爱思考历史的意义。伊希望民众会使对这个作品感受到无同时代的感情甲文化的连结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